我双眼全盲，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。因为我看不见，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。我是王俊杰，你所收听的是《耳朵带我去旅行》。在这里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。欢迎你再度收听《耳朵带我去旅行》，我是王俊杰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要再为你访问到的是前不久我们才访问过的一位来宾周信翰老师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是跟许佩文一起来上节目，他们那时候来宣传的时间的皱纹。那时间的皱纹呢，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是许佩文演唱，然后写曲，那由周信翰老师来负责所有的词的部分，用了很多他的新诗的作品来写词。然后在那一集节目之后，就跟周老师说，希望有一天会当邀请一个来节目当中，咱来开讲佛法。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然后呢，他写的以佛学为主的诗呢，又非常的平易近人，就简单的就是足接地气的吼，袂安尼转一寡安尼做佛言佛语的你歹熟悉吼。而且那么做好奇的，因为伊本来是一个财经人士，为什么伊会来写台语诗？爱写伊是一个素人变做台语的创作者，台语诗的创作者。这后一再代志我拢非常好奇吼，所以我就再一次的邀请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在这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特别邀请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伊的台语诗，也甲伊这个创作的过程内底，伊的灵感安怎来，伊的创作安怎开始的吼。所以这集我感觉可以给人很多鼓励。你嘛会感受到一个人的生活内底，就会当发生真侪故事，然后遐个故事，或者是伊生活周围伊所感受到的，就会当变做伊创作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咱这集的节目，咱就再一次来邀请周信翰老师。这一集咱的几乎拢是台语，拄好会当训练大家，你听台语，看你当听偌济吼。好，安尼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邀请周信翰老师。我在节目当中之前有跟大家访问过许佩文和周信翰老师，我们当时就有约好讲，这个找一天的时阵，做伙来和周老师讲佛法。大家你莫听到佛法就感觉惊到要害伊别，一切都很好玩。然后呢，来讲台语诗，所以今仔日这集非常的有文化性，应该是安尼。坐伫我对面的是周信翰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俊杰好。老师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你咧诗集内底啊，你用的名是另外一个名吼。我迄是本名周寿忠。周寿忠是你的本名。阮阿母姓周，阮老爸姓苏，我姓钟啊。所以真的假？假啦。假呀。为什么我姓周？我这算抽弟母婿啦。对外公迄边姓的。所以你是大囝。我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第一个。阮阿兄原在姓苏的。第二个才去生阿母的生的对。对。所以算讲恁这算抽弟母婿，而且这古早这种例真济呢吼。对啊。你是倒位的人？台北人。我台北人，老台北啊，阮算高定庄的人啊。所以伫个诗内底，原来有写着高定庄。有。写家己阿母嘛吼。对，我观音内底有一组诗是阿母，这组有3首嘛。阿母多谢你烧时甲梦园，烧时内底就写着高定庄。对，因为顶届咱访问的时阵，主要是咧讲老师和许佩文两个人合作的迄张专辑。对。伫个专辑过程内底，拢是所有的歌词拢是老师写的诗。对。迄阵阮就小约讲一天要来讲佛法。当初有约束啦。当初有约束对。所以阮两个照片照行。所以我迄阵，阮咧约的时阵老师讲无甲观音即个诗集。互我先欣赏一下，安尼，所以我就欣赏到这个观音的。YouTube 内底有6首嘛，对，当初无做这电子书啦，不过有这精选6首嘛，我先
Messenger 你对先欣赏看卖。嘿嘿嘿，那敢若要精选6首，那也无干脆的。讲实在，我古早嘛无经验嘛，毋是我出版的代志，我嘛无了解啊。胡公山师傅咧处理的嘛。我那应该是对安尼开始好啊，因为顶届咱有甲老师开讲过吼，有讲到讲写台语诗即件代志，咱迄阵量基药啊、泡有先讲着。毋过今仔日我想讲，我对于即个迄个佛法即件代志先开始好啊。老师，你是啥物缘故会开始去接受佛教即件代志？其实我接受佛法吼，算足早的。我小学毕业就缀一个师傅啦，拢咧遐读册。你遐读册哦？就是敢若免费教阮补习嘛。阮兜课后补习班的一个。阮兜边仔就食谱寺啊，食谱寺啊，同安街边仔嘛。即个师傅伊是师范大学夜间部教育系嘛。阮就咧伊的所在，迄阵阮兜对面就一庞博公司嘛。迄敢若是养乐多、陈崇光的地嘛。伊租厝咧遐。我拢去遐读册。毋过我到高中，那基督教做硕士嘛，阮叫做皈依嘛。皈依敢若皈依的，无咧念经啊啦。毋过迄阵皈依是你家己欢喜甘愿的，还是大人？无啦，迄个师傅讲，就约一个时间，阮一寡师兄弟也未皈依的，就缀伊皈依嘛。其实迄是仪式啦，迄阵无正经咧念经啦。迄是到差不多20几年前吼，有拄着一寡代志，我就足虔诚开始念经啊，是安尼。是啥物代志？甲咱讲？比如讲哦，我举几个例啦，这正经发生的啦。咧SARS迄阵吼，我去拍高尔夫啦，结果倒骹断去，指数啦，拍断去。哎哟，牙拐也牙6个月特别好啊，无长有甜哦，佮断一届。足跋倒嘛，无，就一台计程车甲亮灯试一个意思讲我要坐无，我惊一个佮断一届。所以6个月断2届。这足奇卡就是讲，我迄阵买一个新厝买一间新厝，我就想讲，要创一个佛堂。专点咧咱台公馆对面有一个佛光书局。我去刻三千佛像啦，西方三圣。是钱6万就出来讲卡全好去。这就奇卡的代志哈。佮几落年前足侪年前，迄阵阮客查某囝，就是风吹内底弹钢琴的就伊啦。伊读茱莉亚音乐学院，迄阵先修班要毕业，我要美国参加伊毕业典礼嘛。无张地正卡，佮断一届，走马拉松佮断一届。工位哦，无正卡，顶抓是倒卡。这趣味就是讲，登去了第3天要食药啊嘛。我就小热热啦。我客厅看到我咧摆即个药师佛，我真药啊未食进前，我对迄包药啊甲迄杯水我念108届药师酒。对。念完全咧药啊甲水甲结落去，无牙拐啊全好去。这奇怪的代志。你嘛足严的吼。我那甲药师讲，我讲，你这佛经家己写的我讲。药师做念108届重病西除。我咪出去要佚佗啊，正经全徛起呢，无牙拐啊，全好去。所以你要甲测试伊讲的有影无影就对。足侪师兄师姐甲我讲，做师兄，阮这念经念一世人拢无拄着，我恁着足虔诚的啊，我足铁气的人嘛，所以佛祖一定要我看着，我才会相信。是安尼来的。所以就因为安尼，你开始真正开始发心虔诚做一个。差不多公元2000年、2000年迄阵开始正讲，足精进咧念经啦。过来因为我近视走1000度嘛，个年纪也大，老岁仔目，尼做法会定定佛经的字也看无了，对，做生意。规气甲你背落来，较规气啦较免点所以你。听朋友我顶件有甲老师讨论过伊通背迄个《金刚经》5837字。所以即马你的意思是讲，你除了《金刚经》以外，你还有背别的经？有啊。毋过我到尾你发讲比如讲我嘛背过即个《药师经》啊。有背起来。有啊。
啊嘛背过这楞严咒，哦，啊当然大悲咒心经这古早拢会晓背啦，基础的嘛，阿弥陀经，啊发觉若久无念久无背吼，有诶就爱个复习啦，对，啊金刚经敢若免。这样啊特别啊，所以我感觉我甲伊特别相应，哦，啊，头拄我是有，我一段时间就会走印一寡经，毋过我家己设计，啊，我有炸3本吼，一部金刚经，一部即个阿弥陀经，一部药师经，毋过头拄金刚经，叫人甲你拦截去啊，大练大练，又输要，对啊，我每一部经我咧印以外，我拢会写一首开经记。开经节，四句节就对啦吼。像这《金刚经》，我是安怎写？我写讲行住坐卧下功夫，家常便饭真法味，穿衣过巷行布施，日用寻常见如来。总结知影吼，我就是咧写第一分嘛。食饭穿衫，这个布施洗骹洗手安尼，伫个即个日常的生活内底，对，就会当进行遮个代志。对。啊，伫个你迄个开始较认真，甲和菩萨斗阵以后，做朋友以后，你的创作有一寡改变。我感觉有啦吼，就是讲我咧念佛经迄几十年，其实我未开始写台语诗嘛。我头一本这台语诗就是观音嘛。我发觉。我甲足侪人感觉吼，你本来无咧接受，感觉足严肃，我甲写诗内底，你感觉足亲切的。比如讲，咱普通会拜什么佛？西方三圣，阿弥陀佛嘛，观世音菩萨嘛，大势至菩萨嘛，结果即个文殊普贤嘛，我念互你听吼，莫几首啦吼，即5个佛号咧，我诗内底就出现啦，一句阿弥陀，西方有我靠。一句观自在，欢喜无挂碍。一句大势至，有力做代志。文殊菩萨徛事主，祈求得到大智慧。普贤菩萨徛大象，行为举止有模样。这是不是五个佛号对吧？而且当时也已经甲5位佛菩萨因所代表因发愿的代志，也拢甲伊写伫个内底。对。你安尼真好，而且用非常简单的即个言语吼，让大家。佛家咧讲来讲亲切啦，亲切的。所以你咧写观音这本诗集的时阵啊，这是几年哈？这样来讲吼，这是咧阮阿母做顺的期间啦。就讲阮阿母往生进前，我咧写台语诗，敢若有2首。甲佛陀有关系，一首就观音，一首是道场。这观音吼，要毋过迄阵你已经写真侪台语诗啊？写一寡，也袂遐尼济。嘛无也无咧想讲要出专辑。是阮阿母咧做船的期间，当然阮7个船也未做煞，阮阿母就出山啦。这师傅讲会使，我迄阵有一工咧佛堂，我就发愿咧，无停无我讲，我要来写一本诗集，算纪念阮阿母的，就是讲，那感谢母恩，感谢佛恩，搁要推上咱的母语台语嘛，迄阵呢，观音我是安尼写吼，伊坐伫莲花馆顶，观音，观看芸芸众生的哀声苦音，伊坐伫莲花馆顶，听心。倾听凡夫俗子的动念起心，梵音海潮音救拔世间音，真心佛心解脱六团心。以道家诸行闻声救苦，闻众生救众苦，伊是慈悲的观音。大家如果有听得懂台语的话，你会知道这个很普门品。是咱这准结足厉害，这就是普门品嘛。而且被老师用安尼的方式，直接把普门品内底的真侪细节，把它整理成这个几个大区块。那闻声救苦，然后听梵音，听海潮音，听这世界上的所有的声音，这我给你钦佩。所以
因为阿母的关系，你开始发愿要写，等于讲进前是懵写啦。对。吼但是因为你阿母你做顺即个期间，你嘛毋知倒位来灵感，就发愿要开始写。我就设定讲，我就是要写佛诗啊嘛。嘿。我当初有一个数字啊，30字。你个有数字哦？对。我就家己感觉讲，这本诗集要有32首诗。为什么呢？我最爱读《金刚经》的嘛，金刚经》有32分嘛。尾了，那会观音变做33首诗。最后一首就迄斯卡罗剑歌嘛。无拄去摕到教育部迄阵都免客语啊，即嘛做台湾台语现代诗的冠军嘛。特别甲收录入来，转变33首。我是认为讲32也好，33也好，拢是一种名相嘛。诚意上重要嘛。而且毋若是写佛诗，当时开始写真济以台湾为主，以咱的土地等等为主的真济的内容嘛，拢变做你的诗集的。当初这观音社呢，伊分2部分，就前16首，叫做高级，后16首，叫做放光。高级简单讲，就咧写我一寡生命的经验啦。交集，交织高级，泛雅高级，残劫未歇，自性本空，心莲罗列，受想行识，人生自忘，生命过客，一往情深。大概就咧起稿就对啦。你讲我人生的过程，啥物生离死别嘛。你写即寡物件，生离死别你经历了，你就知影安怎放下嘛。放下了就后16首，叫做放光，是安尼来。好，先放下。所以后16首就较佛诗啦。前16首就较写，比如讲我有写疼。我有听到。有一首叫做疼，你应该有听到。有，我有听到。咱俊杰感觉安怎迄首？疼。我用华语讲给大家听一下他写这首《痛》这首诗啊，他把痛分成很多个角度、很多个层次、很多个面向来形容痛这个行为，形容痛这个感受。当然，痛咱第一有做疼啦吼。那写这首诗，就是讲心理上甲肉体上，我经历吼，人生内底我感觉上疼。就是阿母过身嘛，迄是一种疼嘛。过来呢，我去动一个手术啦，疼到靠袂去，拍个碰伊拍2礼拜啊，拢袂振动啊，疼到挂地床啊。你敢会当甲疼这首诗？我来念者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明明白白疼伫身躯，讲袂清楚阮的感受，拄则为你挽的在场的梦雾。手底一放开，煞一无所有。疼是生命的面世，显起来进前拢是青云人。疼是活跳跳的感受，听过才知影生命的高度。悠悠啊疼，豆豆啊体会，疼甲正心肝顿悟当下。心肝头温暖啊下离，肉体一分一厘牵丝。定定借达文西的刀，用咱的血制解，送别年久月深、形影相随的拖累。疼是死神的威胁，也是生命的恩典。疼是痛苦的宣言，或者生命的礼赞。背向日头，敢若看会到家己的乌影。惊疼，凡世界愈侪伤痕。用心感受疼。是生命对咱的疼惜，若无阿母思当时，惊天动地疼，赐予咱宝贵的生命。要到现此时，浑然天成的要听，哪毋听？也一粒种子，土地形咱花蕊，听过一解，就是加活一解。每一份喜，每一点悲，每一丝的痛疼，拢是天公伯啊对咱的疼痛。甲上界自卑的心情，这当中有几句话我非常的介意。听过一解，就是加我一解。这有一种
大家让想看嘛呀吼，你，我们关于痛，你就是会觉得不舒服啊，你就是痛就是负面的嘛吼。要么个叠加听过一届，就是加活一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。而且个另外一。拄则为你版的在场的梦，嘿啦嘿嘿嘿，啊，手底一放开，煞一无所有。这句嘛真好耍，你若是像这种，我嘛毋知影，你咧讲在场哦，咱可能水果吼，在场的吼，因为一般咱是咧讲水果嘛吼，但是因为种疼的感觉其实足抽象的，你敢讲偌疼，毋知影，哦，就讲我讲我骹的激素断去，竟然有人问我讲，大哥。啊，这个激素断掉比较痛，还是生孩子比较痛？我哪知道？靠北万八星，我来猜。所以刘小秀，安尼老师你出几本诗集哈？目前2本啦，哈，头一本是观音嘛，对，啊，第2本是风吹嘛，啊，今年有咧规划要出第3本啦，无这本就是翻译的啦，我要翻译这个爱尔兰的诗人哈，叶慈的诗就对了，翻译40首，拢甲翻做台语。你爱读册，大概是对细汉就已经开始啊啦，吼。对啦，我爱读册，毋过我足不爱读课本的物件啦。啊，你爱读册，你以早拢对啥读起？你比如讲吼，阮囡仔时代，电视台才1台嘛，尾就变3台嘛。啊，迄阵上出名的即个杂志，哦，就是电视周刊嘛。啊，咱厝的环境无可能买会起，那去订迄，拢嘛是去食豆奶吼，买小饼的时阵，迄店的拢有嘛，旧的嘛吼，加减看嘛，拢嘛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啥物拢看啦，杂菜面啦，无咧拣啦，无咧拣，无咧拣，完全无咧拣。对，所以你读册是只要是册，你拢兴趣好奇，是，包括小说。对。这个物件。当整理做，因为咱看的这拢是华文的物件较济嘛吼。是。当有一天你开始，我先讲，我问这个问题，搞不好有淡薄啊莫名其妙嘛，无一定啦，因为迄是我的角度吼。就是讲，当有一天你开始用台语来甲你所读过的这个文学，或者你心内这个文学的物件，要用台语来甲大家沟通的时阵，你一开始。敢有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，或者是？其实吼，我比一般人吼，较无需要这过程啦。因为我从出世就是讲台语啦。我连咧英国留学，拄着咱台湾的同学，我嘛拢甲因讲台语啊。哦，我著调工的，我著足爱讲台语的吼。啊，尤其是我也毋捌字，就对阮外公嘛，周德军先生，伊念千家诗互我听。所以。我无捌甲俊杰讲过讲，阮外公教我的头一首诗，就是《春日五城》嘛。听说咱《春日五城》我嘛有分享过嘛。是。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较无即种过程啦。另外即摆咧看物件，其实嘛拢台语咧思考。所以你所以阮阿公讲，较早因咧看报纸，直接因就拢念字。是啊，像莫讲阮外公，阮内公嘛是安尼，因拢是用台语咧念报纸嘛。伊毋免有一个翻译的过程，像即马咱都爱搁用啥物罗马拼音啦吼，对，还是得个汉字的台语字啊等等，对于恁来讲，其实这拢毋是问题。是，恁看直接就安尼念啊。对，所以我拄仔才讲，我咧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搞不好这当中有一点奇怪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受的训练比较多的是华语的训练，所以我们。反倒是我们要去讲台语的时候，你想阮囡仔时代环境无像即马讲有网络，有电视，为虾米？阮是安怎？比如讲听广播剧嘛，我囡仔时代上爱对阮内公毋是外公，听啥物呢？赵文豪咧讲过嘛，7剑5义嘛，白玉堂嘛，过来我捌甲你讲过，阮内公苏新溪先生，咧阮高定庄即个土地公庙，即马这是古迹啦吼。伊就是咧摆椅啊，你来搬布地也好，还是讲歌戏也好，你椅爱甲租啊，甲伊租，伊就是咧放下晡甲暗时嘛，2场嘛。你若普通的即个戏班就是1箍嘛，你若讲
阿片路啊，阮阿公拢叫阿片路啊，李天禄啦，国宝，伊咧来搬白玉堂，一地就2箍。是安怎伊会较贵？嘛，迄就热门嘛，啊，搁来比歌戏啊，新大春，哦，啊是卖了这苦秀呢，就2箍嘛，无共啊，好，所以迄是因为甲因这有大，所以我定咧听这台语自然好。你讲李天禄啊，都阿片禄啊，阮阿公拢安尼叫。所以你细汉就伫咧戏台大汉。戏台骹啦，啊，就是讲，有人会问我讲，奇怪，为什么恁阿公会使摆迄椅啊？伊就大罗麻，无去摆，为什么要摆？所以恁阿公兄弟人，罗麻啦，真正罗麻，安尼哦，对，安尼，所以这物件的养成，对你来讲，拢是一种你的这个真好的题材伫。所以你有发觉讲，这古典的、优雅的、文雅的，我嘛会晓。毋过呢，我有一寡物件，你佫感觉有一寡兄弟气。这就刚刚讲，若要用华语咧讲，这学院派，可是又有一点兄弟气口，类似这样啦。不，现代语言叫做接地气啦。是。那现代语言叫接地气。我坐转来讲，老师开始认真读经、念佛加创作以后，你这个过程内底，当然我知影你开真侪时间吼，伫演讲、伫分享吼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你感觉上界骄傲或者是有成就的，是倒一个部分，还是啥物代志？咱莫讲骄傲啦，就是讲感应。感应好。感觉讲感恩，而且赞叹，赞叹。比如讲，咧，阮阿母做船期间，我毋是要写这个诗集。对。佛诗要安怎写？我古早捌写过啊，我写过观音甲道场。对。我的做法就是讲，我的佛堂看到啥物，我就写啥物。比如讲，我看到这个佛珠，我就甲写佛珠嘛。要念一下佛珠无？要分享一下佛珠。好来。来。佛珠，念出妙法真珠。挂伫手腕金刚杵，盘点行情定心珠。佛珠，念出甘露法水，火体得清凉，苦海袂丢毒。佛珠，念出佛道大愿，即世得安稳，往生有去处。其实有10段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咧佛堂看到啥，我就写啥物。所以你是直觉型的创作者。是，结果有一天吼，坐船刷登到阮兜我的佛堂，我全想讲，我要写一首叫做《六字大明咒》。嗡嘛呢叭咪吽。是，问题来啊，我一该想完，我就后悔啊，要安怎写嘛？因为你莫讲用台语写一首诗叫做《六字大明咒》，要用华语嘛，就歹写。你袂使衰这改文说理嘛，你要进没办法哦。毋过我随去想到讲，星云大师讲，伊讲有法就有办法。这句真好说。做巡刷我嘛足忝的，我就走去困啦。结果过顿工吼，4、5点啊，毋知谁甲有请你知？我真神奇，灵感就来了。我专写一首诗叫做《六字大明咒》。我开始随念互你听。就是讲。头拄仔俊杰咧问我这个问题，有啥物代志我感觉较赞叹的，就是这件。我感觉哪有法度写出来，我嘛，到即嘛我搞不太清楚。我背互你听啦。六字大明咒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嘛呢上嘛呢上出观音佛祖的慈悲，化作智慧功德的6字，嗡度生死。有加正体新巧义，念即字佛力加持，照破无明，持上无量光，妙境庄严发5智，摩尼自性宝，回向观自在，入海自万德，上山得发财，摩尼宝珠显光彩，白眉莲花开，演示真如来，故则无落地，出年不念妙庄严，奉愿大成就，佛力。庆加庇，基请吹破贪嗔痴，度灭万劫疑，顶礼摩尼圣宝妙莲花。有成咒语无？有成。所以我足赞叹的，毋是讲我搞写，我感觉是佛菩萨甲我加持啊。
我是毋是会当甲即首诗放伫内页顶悬互大家看？是啊是啊，可以我到时甲问你吼，我看是Messenger恁迄个，对，恁迄个经纪人嘛吼，啊音档我嘛会使另外互你安尼。这我感觉这真正哩，互感觉。我咧讲的毋是怪力乱神，我真家己写即首我足感动的赞叹。吼，昨早咧想讲，当时要安怎写，结果4-5点仔过灯工，精神给就写好啊。这真正是非常的赞叹，因为咱坦白讲，这要想出即个写法，这真困难。而且我头拄仔毋是用念的哦，我是用背哦。哦，你听得出来我头无险嘛？啊，我若用看的，反正我念毋着去，会流血目嘛。而且你咧用背的时阵，就先咧念这个咒语，咒语，啊嘛，就先咧念那个比如开经记啦，是，就成的嘛。所以我安尼讲敢会使。其实某种程度定有一寡创作，有一寡灵感，其实无一定是你家己来的，所以你头拄咧讲啊。念佛还是这读这佛经，还是修佛，对我这创作有啥物帮助无？这就是上明显的一个嘛。对，而且这个咧，互人感觉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了不起。然后当然，你自然安尼，你伫演讲的时阵，你伫台下顶甲人分享的时阵，你嘛会有真侪雄雄的灵感。而且吼，头拄仔甲各位分享讲。这本诗集观音是咧阮阿母做船期间创作的，大部分啦吼。那用华语讲就是讲，有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，疗愈到自己。是。我迄阵是要安怎讲？足伤心的，我不晓形容，我那会写出来一首听。算讲。因为除了是家己疗愈以外，咱传统来讲，伫咧阿母伫咱咧修丧的即个期间吼，咱嘛想家念经啦，家回向嘛吼。但是反倒是讲，你即马用写这诗的方法来替阿母。咱逐首其实拢有音档啦，QR code 拢有音档。这会当互大家听看卖啊。我感觉这，因为咱很难得可以。通常你来访问着诗人的时阵，啊，就文学作者的时阵，伊可能甲你讲，伊看到啥吼，倒一本册受到啥物人的影响。要毋过真特别的是讲，周星汉老师伊受到影响，既然是因妈妈做船的时阵，伊开始伊想要创作的即个愿望，吼，所以这妈妈嘛算是你的创作的贵人，是，妈妈嘛敢若是菩萨的，甲你视线。头拄迄首听毋是安尼讲。若无阿母思当时，惊天动地听免有咱对无？对啊，包括尾啊，你含即个徐佩文等等，我感觉这一切拢是真抒情、真特别的音乐。比如讲，咱的第一歌专辑内底有一首阿母的新词，其实伊是咧观音内底一首诗，叫做梦园啦、墓园啦。因为呢。这首诗我铺喺面册顶悬，厝诶人看到，伊全讲要替我写曲，尾了伊就甲做一个简单的 MV， 家己唱，因为母亲节啊，啥你讲放一首歌叫做梦，台湾人有当较扣着嘛，对，所以我咧风吹时，我就甲改一个名，叫做阿母的新厝，到咱咧做这第一歌专辑，时间的聊文写多数的成歌。我想讲，甲制作人讲，是咪改较较云淡风轻的？阮兄弟姊妹大概听大概好啊，所以就改较巴萨诺瓦的风格。所以有即摆即首阿母的新词是安尼。即摆你咧演讲的内容拢是咧讲啥？普通是安尼啦吼。因若邀请我演讲，比如后礼拜要去高雄一间学校，来听差不多40位，拢是。台语老师甲国文老师，我因为这对象听众是啥，我题目小可爱调整者。所以你无一个大方向的一个主题。有啦，就是因爱听啥我就讲啥嘛。若无意见我就改定题目嘛。其实题目无重要啦。你有知影咱这拢跟着感觉走迄刚讲讲到现在走对倒位去啊。安尼较精彩啦。
所以是一个自由派吼。就讲讲，准给你甲约时间，你嘛无讲特别要讲啥，无，题目足大啊，讲健康台其实这题目很大。来，我即马要来问一个较好算的问题。老师曾经伫真长的时间，其实是理财专家，财经专家。袂使讲理财啦，投资啦，投资专家。理财敢若替人咧处理无啦，我拢处理家己的。处理家己啦，就是迄个标的看得很准，家己投资的啦。是。啊，来，我即马，我因为现代人，咱现代人真侪人拢需要投资吼，尤其是即马大家都拢即马即几年、即2年啊，大家拢在小投资嘛。对。我知影老师你即马用，因为你学佛以后，你做文学家以后，你咧看待投资一定含30年前咧看待绝对无共款。你会当讲一下，这互大家分享。我举一个啦吼，我一开始是徛营业台，做营业员，差别在倒，我是超越。迄年代都超级营业员。OK， 所以迄年代投资人客户无咧听法人咧讲啥啦。是听营业员咧讲啥？真的哦，迄个草莽时代嘛，画啥物起啥物，到尾了法人这比例愈来愈悬啦，早开始讲外资咧看啥物这投信咧看啥物，即摆年纪也大啦，我旧年就满65啊嘛，所以我看物件，愈看愈长，愈看愈长就是讲，我无爱搁开时间去研究，因为。研究足开时间，拜访公司，去拜访人即个公司的财务长，发言人还是头家啥物等等，咱无遐济时间啦。过来即马标的也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即马就较拢长期投资，敢若巴菲特咧讲的嘛，你有道理一定用得到的物件嘛，成事这就上大赞的嘛，所以我就看一寡较长期的物件，因为这种要改盘还是讲推荐讲股票啥这有法令规定的啦，这所以咱 Podcast 袂使乱讲对，毋过咱家己用得到的，生死一定爱。是。但是其实咱的真侪纷纷的众生，咱的真侪人，其实可能财力普通，伊就是一般上班嘛也是一箍。这是一个概念啦，就是讲，人买1000张，你买1张，迄嘛是投资啊。投资是咧看你的报酬率嘛。过来你大概一个程度，毋是咧看报酬率，看数字嘛。比如讲，我会记得。2000年左右，阮兜迄个保全，讲伊买一间叫做和生堂，趁毋知几倍，你问趁偌济？5-6万箍啦，周先生你买啥？我买联电，有啥通我买？你趁几趴？我无几趴，10几趴。问题10几趴是上亿嘛？伊迄几落倍是5-6万箍嘛？你听我意思？了解。所以讲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毋免赶紧。是。卖急是，然后要沉得住气啦。因为阮无啥咧插人讲，人外口咧看啥，比如讲，什么拢看 AI 嘛，我拢看袂爱嘛，袂爱你听有无？我听无。袂爱就死去啊，就爱买灵骨塔，所以我即摆颠倒是投资，我听有。迄间公司嘛，所以讲，卖黑白哭哭撞啦，是，意思是讲卖哭哭撞。你去想一项代志啦。若看报纸听这名嘴讲股票就会趁钱，因今日变出来抛头露脸啦。是，投资是足孤独的代志啦。这句足趣味哦。投资毋是咧写诗写歌讲用分享的，毋是阮暗道讲讲无爱分人知，因为这有讲无想拍破海皮嘛。投资是个人的代志嘛。投资甲性命共款，是一件孤独的代志。是。袂歹，各位，投资是一件孤独的事。毋过，当迄个你当初设定迄个报酬率够啊，你会投笑。投资其实创作嘛是一件孤独的代志。是，就是讲，常常有人嘛好心会甲咱批评指教，当然，我拢听嘛。毋过我的个性就是听罔听，我会照家己意思咧做。你听我意思？我听。就刚不用老师咧讲嘛，
这个叫个人风格。家己会甲咱教嘛，风格是你家己爱去成就的嘛。嘿，别人无都甲咱教。是。所以你安尼你足趣味，投资孤独，创作孤独，生命本来就孤独。咱这都国币嘛，国币，独行侠就对了。真趣味哦，真趣味哦。因为我们很难得遇到这样子比较特别的创作者，然后他的历程也跟我们传统的创作者不太一样所以我就一直希望讲，有一天我来和周老师开讲，我们可以再录一集大家怎样讲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方式是这样创作，而且他的生命经验是长这样。我来准给你讲几集我拢 OK 啦。你较无用我会拨时间。那你啦，那我就歹势啊你。喂，因为老师搁爱演讲啥的安尼，所以今年演讲会搁较侪吼。旧年较侪啦旧年40几场啦。我是讲连这像电台大部分是演讲。今年因为咱这台语歌专辑这时间来配合歌歌演讲我拢叫人提早讲，像后礼拜就一场啊嘛，过来有一场就是这嘛较特殊啦，就是万八见见面，来面册看我的诗，伊希望讲我是袂使去某一个基督教的病院，演讲分享我的台语诗，互一寡癌症的朋友听，讲好啊，无问题啊，这真好，这真好，这拢是。用上介朴实、上介简单的方法伫分享作品。我的演讲有几个特色啦。第一免钱免钱第二我还会送册，还是送专辑第三当然上重要好听嘛。免钱，为什么你演讲免钱？当然，因拢有一寡车马费啥物啦，我无咧收啦，有诶就已经要互你啊，无收袂使有诶你有管出去无？我一年管济，哪有分工？迄笔钱管出去无管出去？我无咧特别要伊即种物件。我是为着要推萨母语嘛，因为我当初写观音头一本台语诗集诶时阵，我咧书内底有讲，报佛恩、报母恩，推萨咱诶母语，很好。上尾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是，你伫学母语的过程内底你对母语有信心无？这是安尼我较无咧插讲有信心无？敢若有人讲，若看较客观的数字，偌济年后讲母语就会消灭去台语。讲实在，伊讲几年，你也知？毋知？你应该讲，咱咧学经济理论的时阵，拢会讲。其他条件不变的话，其他的条件若无变化，当然你这个推测有可能对嘛。要毋过世事无常嘛。长的世事，这就足歹讲的嘛。所以我毋是戆较做，我是悄悄咧做。我有咧杀就是讲有加一寡面册朋友出来有人听到佮邀请我去演讲，这就有一个效果嘛。我袂使要求安怎所以各位伫为母语拍拼的朋友，你毋免伤过烦恼，毋免伤过烦恼，因为那个咱拄仔讲的，从经济学角度叫做啥？所有的条件不变，对，但是条件一直在改变嘛，是，所以它有可能进退。而且我感觉是往好的方向咧行嘛，起码咱看较慢淡薄是有影啦，不过总是头来嘛，无毋对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。但是你上重要的就是你爱像周信汉老师安尼，对家己做起，你家己若唔爱讲，唔爱认真讲，当然咱的母语的你就是摧毁他的其中一份啦。是。但是你若准讲，你讲了无好嘛，袂要紧，你著加减讲，还是读一寡台语文，其实听台语歌，对，拢是真紧的一个方法啦。对。系啊，我感谢老师教授我的访问。多谢。系啊，然后有机会定定来开讲。好啊，因为这真好耍。咱再过来约束无问题。所以阮两个即马搁起一个音啊搁会约束啊谢谢老师，多谢罗拉。你个台语非常的水拄则伫个节目要结束的时候，阮讲好，再过来约束，再来约束。
约束，是一个很深的承诺的感觉，你有感觉吼？非常感谢周信安老师来接受我的访问了，嘛希望你听这集听了会非常的介意。周老师，以这个诗啊当中吼，特别有一首伊都要讲到嘛，这诗其实伊嘛熊熊困到透早的时阵突然有了灵感，然后感觉有人让他来写这首诗，在佛法里面是叫不可思议哦。其实这首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，一般我们真的不会想到 Om Mani Padme Hum 可以这样子写诗，所以这首诗，那以我家己的感觉吼，我家己是一个佛教徒，我都会感觉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啦，所以我要把这首诗也同时放在内文里面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让去感觉到这不可思议和这个用字遣词的美丽之处吼。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，邀请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，我每一集节目呢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我的粉专上面，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，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，你也可以私讯给我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吼。那么我最后我祝福周老师接下来的创作还可以很宽，写很多东西啊！大家你若介意伊的诗集吼，你嘛会当去找来看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上周老师的脸书给他一些回馈，甚至于你可以跟他讨论，他跟吴雄老师一样，都很乐意跟大家讨论这样子吼。OK，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到一个段落，我们下一个单集再会。